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仔日来到台湾的中心埔里，埔里这个所在哦，我足侪老朋友，我来找这对翁仔某老朋友哦，这对戆的啦，足戆的老朋友，已经做吼这项代志做20档啦，做到下箍几未分，但是做了真成功啦。什么物件呢？有机的玫瑰花。有机的玫瑰花是会食的哦，所以呢，因两个真正正港的呢，正港的什么呢？华语叫做花痴啦，什么叫做花痴？我来吹吼，嘿，种诶。九期啊，14档安尼吼，差不多14档吼，系啊，哇！啊，思琪的后面吼，思琪的后面吼，来，我问恁吼，恁即马差不多甲我迄阵是10几档进前，差不多扩张超偌济？大概一杯2杯吧。一杯2杯吼，一杯2杯啊，人力敢有增长？无呢。迄就是知影讲吼，这真正吼，会正啊！大家看讲这个玫瑰花，啊那毋是平常时安尼水当当啊，有冷气啊，有安怎安怎？你甲观众朋友小解说一下。哦，因为阮是要摕来食，嘿，我毋是要摕来看，所以讲，阮对叶啊啦，是基调，一般来讲是无啥物重要，但是阮主要是爱收花，收花。啊，这花吼，有当时啊，小可安尼连，迄嘛不要紧。当然嘛是愈水是愈好啦，对，但嘛是爱完整才会使，对吧？但是哦，这种甲虫啊吼，就跟虫啊、虫啊，啊强菌啊，哦啊，敢若用这个念。除了这，啊，还有其他生物防治无？即马足少嘞，早期有啦，早期的话还是会。一点生物防治都无啊？对。下面苏力菌那种物件拢无哦。那个我们已经10几年前啊啦。10几年前没有。是安怎拢去用？你根本无用嘛，差不多就是安尼啊。你用嘛安尼，无用嘛安尼，就无使遐人讲较钱啊。没有，因为现在的气候的关系，我们会把它降低使用那些资材，我们还是觉得说交给大自然去使用这样子。这10几档以来气候有变化。对。足有影咧，前几工阮才讲着讲吼，气候变化，即摆迄个天高节哦，哇，炭生有可能变做吞吐化。啊，这10几档以来，你讲啊，这虫啊，敢虫敢有变化，愈来愈多，还是讲因为湿热，更较湿热，还是讲有的时阵拢无雨水，你经过什么困难？抗病性算变比较强嘛？玫瑰花嘛，玫瑰花啊，玫瑰花它就因为种足久的嘛，伊可能就达适应。哦，老长去。对，所以就变成讲你有甲防治无防治，对伊来讲无啥物。无差别，老皮啊，像恁赶快拢老长啊啦！哎，你来看，我熟悉伊的时阵，那个青春少年样咧。哇，即摆一个即摆无共啊。但是呢，还真勇咧。哦，这咱爱个慢走咧。那这我看这，你甲观众朋友小介绍一下吼，什么草会使慢，什么草免慢？因为看起来拢草啊，拢杂草啊。其实阮普通是无咧挽啦，比如讲阮过来要修剪啦，要修剪期的时阵，阮敢有甲草拢扣掉，无普通是拢无咧扣的。你讲伊一草，其实伊拢是草药啦，它都是药啦。因为你现在看到全部是小精英啊。啊，这种小精英，都是小精英，这种草药啊嘛。系啊。啊，这磨起来够筋骨的啦。对啊。哦，这咱两个拄啊好。哦，抓地袂歹。哦，啊，其他日常哦，恁逐工的这个做事差不几工，一工差几点要起来？即马老平单啦。摄影机哦。太老实了哟。差不多6点嘛。等囡仔起来啦吼。对，即摆就让载囡仔袂，载囡仔了转来，就顺便做事安尼啦，对吧？差不多8、9点啊安尼。差不多啦，较早真诶足早啊，真诶真诶无法度啊。但是你甲观众朋友小有一个概念吼，咱这个毋是算做温线吼，
这是算10号尔啦。10号尔10号啦。尔啦，系啊。哦，啊，那风来的时阵要安怎？风来吹歹伊就开钱，佮报安尼啊。无要安那。所以恁这拢自然派的啦，对对对，拢自这无法然派。度啊！你若讲天灾，你所以人迄农业一般来讲，咧设施农业对恁来讲是无啥物。无啥物，你无你规个搭起来伤热啦，伤热。你看你即摆徛伫遮，你莫顶冻就开始流汗。你若个规个风起来的时阵吼，因为我也算做采访农业是有小可经验，啊，但是吼，那像恁安尼遮放自然的，真正足少的啦。咱即摆差不多1公顷，差不多。啊，全台湾有像安尼恁这安尼戆囝的，差不多几个？这无种3个嘛？ 3个4个3个尔吧。 3个4个啦，这3个4个我拢熟悉。夭寿哦，我专门咧熟悉这种戆囝，但是吼。你先来观众朋友小解的，毕竟人有诶头一摆看。哦，冇影。吼，安怎来采这个玫瑰花？哦，阮采收真简单，阮拢用手。左手安尼啊？嘿，手就是一只轻轻啊，甲伊挽起来。啊，哇，安尼啊？安就起来啊。嗯，吼，安就收起来，啊，这就是拢共款。你嘛留一堆红挽者。是安尼吗？阁有啊，足济。有啦，我也算挽袂掉，算做老手啦。系啊。无遐简单咯。会做圆啊哩吼。无遐简单咯。有啦。哦。这其实就是遮头前伊讲较尖啦，较尖，所以讲你在拗的时阵，小可轻轻啊，遮安尼就转起。哦。啊，遮就较老嘛，较老伊就。几年毋捌做起来，可能有生疏去。你逐年爱来。搁较头前，逐年爱来啦。对。搁较头前一个，啊，才会较尖安尼。对。哦，啊，较好办，啊，拗落去就掉去。对。但是你安尼一了，一工啊，你让采产量会当偌济？即摆较少啦，即摆一工差不多，以即区来讲，差不多3公斤、4公斤吧。啊，这是较烧热的时阵，就较少嘛。我主要感觉即阵仔落雨落伤济啦。无即阵仔应该是花上济的时阵，不过即阵仔就是天气的关系吼，无法度。所以恁这也是某种程度真正是看天食饭。一定的啊，你倒一个农业，毋是看天食饭，系啊。哦，是。啊，若像这看起来应该是有小可着病呢。无，这是有破雨，啊，这嘛是有病啦，这就破病，吼，这有菌。啊，但是菌你就无甲处理咯。无，阮这时间，因为你看，其实即阵来讲，阮是已经挽掉啊，挽掉，阮时间到的时阵会修剪掉，啊，伊就搁不新呢。哦，嘿，所以大家爱注意看吼。你毋捌的人吼，掠做因拢无认真咧种，这着病啊已经种起来，有无？吼，啊，这无着病啦，但是这会拖下去的。像这就嘛是拢会，像这是雨水的关系，所以讲这会。啊，小可也翘起来。嘿，哦，这拢会。啊，但是阮这就是时间到，阮就修剪掉，拢总清掉就好啊。哦，想起来恁后的嘛是20几岁出社会安尼哦。啊，有叫伊留产来做无？最近倒来啊啦。最近倒来。最近。终于甲苦扛倒来。我一个月莫倒来啦。我一个月莫倒来，伊坚持要倒来啦。无，这条路有影是不归路。哎呀，想讲少年人家出去外口，先出去外口试看觅咧，啊，伊就讲无爱。但是差不多一家呢，一家你嘛拍远去嘛是拍算的。无彩你已经拍出一个名声，一个品牌。咱来看这张你就知影顶头这细粒的，这是荠麦哦。刺尾嘛。嘿，刺尾，足细粒，乌点这拢是。乌点啊，华语叫做荠麦啦，刺尾啦。啊，这大粒的有的叶啦，吼。嘿，有的是叶啊，有的是迄果蝇类。沐风，嘿，有种沐风嘛，拢会加这玫瑰花呢。啊，这拢是香珠叶做法啦，吼。愿者上愿者上钩，吼，这香珠叶做法啦。啊，嘛是有一个真正有较聪明的吼，一只。对。这是啥物？这叫斜纹叶蛾。哦。叶稻虫。哦，这上麻烦。嘿，这伫花啦、花菜啦、水果拢总有。哦，伊咧食早顿呢。嘿啊，伊种我就在加，因为这阮讲较尖嘛，较尖伊就会加。伊会树叶迄汁，嘿对。哦，伊这咧食白粉呢。系啊。这算做咧食白粉呢。哦，这真正厉害呢。
这你你若拄着要安怎？阮拄着，因为阮拢会炸卡多嘛，阮拢是只，是啊，过去个阮都一只拢甲掠掉。要打马赛克呢？我打马赛克打啊，马赛克，打马赛克。我拢叫伊去等伊食便当啊，等去食便当，等伊食便当，领一个便当哎呀，领一个便当，因为拢会秘伫咧附近啊，所以讲我拢会。但是这安尼算做会去伤着。伊加减嘛，加减嘛，因为像伊安尼有食着啊嘛，但是伊食着受伤，所以说花可能开起来就这个所在就起一角无遐水，但是嘛是够会使用，嘿，对对对，啊是像这有诶就是像有诶有啊，像这就是要嘛是去互虫咬，哦，就是这，哦有无？这去互虫咬，啊咱收起来的时阵才来整理。无这种咬到安尼，就是因为伊咬落有迄菌嘛。啊，过来受伤啊！这基本上这就完全单掉啊，这就单掉啊，啊，这会当食咧。这其他阮就拢收起来。哦，收。对对对。所以你甲看哦，对采花起来，啊，搁爱看，看啊，搁爱收，对，这种完全拢是血肉筑长城。对。拢人工的，拢人工的吼。啊，但是我看这丛，这敢是我以早看的这丛。我的意思是讲，你这种。差不多会当年度比清，会当偌久？差不多。这区7年。这区7年。这区发生，你时阵来时阵啊无这区，你看一下边遐。下边遐嘛有10几年的。下边拢10几年，系对。啊，10几年的敢会较勇？有诶嘛，有诶就是伊诶。成长期。甲人共款嘛。甲人共款啊。卖老化。有好诶嘛有歹。人嘛拢会白毛。我都白毛。有影啦。哦，是。吼，但是哦，我甲你讲吼。种的吼，啊个诗情吼，因吼，那当然是做这个食用玫瑰。食用玫瑰是安怎食用？是卖去互别人，啊，直接咧食花吗？恁厝会敢有人安尼？无嘛，吼，啊，拢是安怎做这果酱？即摆还有开发什么产品？即摆有做迄个柑橘玫瑰酱，阮有去英国比赛。柑橘玫瑰酱。对。啊，还有玫瑰酱本身。对。还有草莓覆盆子玫瑰酱，还有今麦阿哥有迄个完全没有玫瑰酱。对，因为今年23年有做一款新的，就是无加玫瑰花的啦。这对阿某要交关，恁就是做玫瑰花树的，结果完全没有玫瑰花的啊，得奖。对啊，得双金奖。真正有要臭屁。咱吼，现在来看卖吼，到底吼。这个玫瑰花，这对花痴夫妻哦，是安怎吃花？咱今仔日吼，除了来采花。当然爱来食花啊！啊，食花要安怎食花？其实吼，这10几年之间，我拢有透过朋友偷偷甲恁买，我拢有知影恁的变化。吼，啊，其实因这10几年来吼，成长了真侪，你来看，出国比赛吼，得冠军啊，摕金牌，你甲咱小解一下。这是2021年的金奖，头一届。这英国的。英国的。去讲英国吼，这有传统做歌唱的，去讲踢馆甲踢馆21啊，2022头一届吼，个就是真正就是讲要看要挖这满点安尼意思啦，对不对？啊，这个这 double goal 就是满分内底啊，迄评审佫竞争上好的。是真正要求，这外国人拢民主拢无伊。这个，这是2块。第2年，第2年，第3年嘛是个 double goal， 嘛是个 double goal。这英国的。啊，人无有恁去啊嘛？伊嘛是真欢迎啦。真欢迎啦哈。对，大家互相交流就有进步嘛。是，讲较济无路用，来紧来食看卖。我替观众朋友来食看卖哦。这是21年的金奖。拍开，好嘛？这21年。对，这第1年。这内面有迄个有啥物成分？你甲咱介绍一下。你那么拿奖品？
不要紧，我慢慢来。这什么成分哈？对，印尼就是较贪心嘛，所以可以较侪种柑仔的种在纤维，比较多种类的柑橘。细茎。对，4种，所以它的风味会比较复杂一点点。哦，真好吃。对，所以它得金奖而已啊。那不一定啊，有的感觉讲啊较丰富。没有，它就是没有办法凸显它独特的那个风味啊，特有柑橘风味，它太复杂了，所以那个评审会有那个回函回来嘛，我们就他的那个给我们的建议再去做改良。哦，所以。对，第一年较简单啦，就下边就用阮本地有的花酱。玫瑰酱。所以第一年做香蘸的双层的果酱，第一年做安尼。好，这是第一年。第一年。那第二年 double gold。这个较单纯。这较单纯，这较单纯。对下骹来有。哦，这玫瑰。你内行的呢？我做恁朋友了，我袂做的，对不对？第二年就主要是讲要互遐人知讲原底玫瑰花是做什么款，所以就用原本的规片的花瓣都去做，它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玫瑰花的香气。哦，层次比较不一样。层次比较不一样，层次它会比较单纯，然后比较透的感觉，那柑橘的风味跟玫瑰的融合度会比较好一点。唔好冲入面来。我这做节目头一摆失态。哇，自家安尼，我甲你讲，你食了你会感觉讲，家己敢若真高贵啊，规个人拢来升华去。吼，这有影。跟你安尼起，这食就知啊，这食就知啊，吼，这就是迄个要哪讲，朴实无华啦。吼啊，但是这就是，有淡薄仔趣味，敢若甲咧佚佗，甲你的喙齿咧佚佗安尼。哦啊，尤其我食到这个玫瑰的这个花瓣。伊通常你要伫，因为柑仔类的伊的香味足重的嘛，你要伫内底有别项的香味咧，足困难的。拢叫压过。对，啊，伊这款就连保留玫瑰花的香味，所以伊就。这真困难哦。对，伊就算。要煮的时候嘛要注意的吼。还好呢吼。恁调工拢不爱甲恁讲。来，过来。这23年的。23年咪 double go。double go。啊，这有啥物无共款？内底无玫瑰花。你少年呢？你无玫瑰花，你安尼是咱今仔会消解玫瑰花呢？这安尼啊，可能 double go。因为头一年、第二年、第1年、第2年都有玫瑰花嘛，啊，人就讲啊，恁就种花种遐久啊，你对恁家玫瑰花已经足熟悉，着种应该。真了解。应该着种的嘛，啊，阮都是袂堪要人讲嘛。所以第3年就用规气用无玫瑰花的方式去做比赛。所以我内底放高粱。金门高粱。比较代表台湾的独特的那个酒的那个种类，对。其实它不会有很重的酒，它没有很重，可是它就是有一股那个古香味。这咱台语叫做风味啊。风起来风啊，一个风味。你鼻还好啦，不过你食入味的时阵，食对。这食落会，这尾韵吼，这尾这个米酒啊，这尤其较好。咱食到这皮的时候，这后韵伫的呢。对啊。这个袂歹。对，袂歹。这有内行的，这就知影这大无过。人生本来就是安尼啊，不断研究啦。啊，这就是玫瑰酒。对。这正宗的玫瑰酒。拢玫瑰花。但是小等会煮啦，吼，咱我即摆就卖试。啊，其他的这咧？其他的这哦，头家介绍。其他就是阮嘛是共款用玫瑰花去做迄个保养品。这种人客逼出来的。我想讲你若家己做。无啦，因为阮本地无想要做这款物件，因为你知做这个愈做愈济，伊就愈歹管理嘛。啊，这套就是阮甲台中的农业改良场合作研发的。啊，会做这款嘛是因为人客讲，啊，你既然你的花会用食，啊，摕来做保养品应该袂歹。对，啊，就因为人客要求，本地共做一项尔。啊，你做一项尔，啊，就嗨啊。伊讲，啊，你有化妆水，啊，有乳液无？你就爱去研发，因为安尼，阮研发13款。14哦，总共14款。啊，后来慢慢，因为太多了，真的不好管，因为我们原料做这一些，所以后来就慢慢筛。当然是维护期啦，哈。一定维护期的啊。对啊。我那都这今日做这，明仔载做，后日做。小等恁就知影讲是安怎的维护期，咱就花菜落来了，搁拣，
对，爱个见。爱分级，分级了后，啊有诶，佫爱创啥东西日子你即摆就知影吼。咱即摆随来去哦，煮即个玫瑰花酱。听讲恁这煮玫瑰花酱是当今聘请诶。千金老师啊！无唔对，无唔对，当今聘请，嘿，资历7年，嘿，资历已经7年啊！ 7年，哇，这样的不用做久诶，不用做久诶。当今聘请诶啊！对，千金老师诶，咱来看这当今聘请诶老师伫倒位。听讲伊就是传说当中已经教了7档的老师啦。老师好。你说你好。各位学生好。哎，老师你甲我讲哦，这边安怎来分级？怎么分级？安怎分级？你教我。来，我害羞了。外面外叶。外面外叶，外叶比较有受损的，这种都是3级的，这种是3级。哦，像这种就是3级。对，因为我们花瓣花会分3个等份，3级。而且花2就完全都不要，没有用，对。花2就完全不用了。那这部分因为它已经太开了，颜色也没。像这个呢？这个都不要了。你这个没有分干净的。对，这个都是等于都是选择2级的，因为它太开了，颜色比较褪，跟原本的颜色比起来。哦，有没有？色字较褪去就袂使。对，伊色水无啊水的时阵，若风就。啊，若像这啊，佫算做会使。没有，嘛袂使。你看伊。哦，你讲。无共款啦，你看色水差。种到要安尼，咁样歪腰去安尼袂使。无啦，安尼袂用的啦。你看那颜色都有差去啊，伊的色泽就有差了啊，鲜艳度有差。啊，这拍落去要创啥？这做果酱干燥拢会用的，啊，不过这款的阮就拢互人客可能做。5星餐厅要用的哦，多一是。你这拢加嘿。拢加2级的嘿。哦。所以阮就逐工慢长了就开始啊。哦，像这有去加着这种袂使。迄拢3级的。这咧内面这色字敢袂使？这2级的。这算2级的。2级。所以逐工的工课就是安尼啦。慢其实袂讲真忝，就转来紧的时阵较忝啦。烧脑。烧眼吧。哦，烧眼。哦，这真正这做久会鲜呢。没啊。妹妹，你有常常做这个吗？无哈，你拢咧教你来读册嘛吼？拢伫边仔跳舞呢。你在边仔跳舞哦，是哦。啊，但是你讲若有迄个团课来的时阵，你拢爱教人煮果酱，对不对？对不对？黄姐姐，是不是？小等你爱教我煮果酱呢。你讲无问题。会使吗？我顶一摆来的时阵，你还佫无出事诶。伊佫伫耶。哦，还袂来投胎啦。啊，像这是算做会使吗？这边仔遮你看有着伤啊，有无？有无着？其他都是2级。哦，这足严酷的呢。因为你安尼去吼，人师傅用甲袂拍算去啦。你若讲你无经互清去了，人师傅讲哎呀，这小可用就爱经掉，对伊来讲是浪费，对我来讲嘛是浪费。阮希望讲去的每一片伊拢会直接应用。哦。对。安尼啊，顶级的，差不多价钱，恁拢安怎算？当然，这就较贵啊，因为用久嘛。我意思是讲，功课算的。我们花瓣用功课算的。哦，功课哦。听起来足贵的，对不对？不过1公克花瓣足济呢。你这样一朵这样子，没有几公克呢，可能1公克左右而已吧。因为你一蕊花，无偌济钱呢。对啊。一蕊花无偌济钱。你普通去花店，你共买一蕊玫瑰花，可能上少10块、20块、30块嘛，对不对？对，啊，佮什么对荷兰啦？对，阮那一蕊可能无5块呢。所以你讲用功课算，你敢若听起来足贵的，其实你安尼算起来，农业就是安尼啦。你有影咧做主线的？哦，你有影咧做主线的？像这色题还可以啦，但是边边有小可怕大，这个2级的。对。啊，2级会当创啥？做花酱啊。做花酱。就阮家己应用啦。啊，若是上低及时的应用啦，因为这个放比较没那么久的时间，这到3到5天是没问题。冷藏以后3到5天，他们再使用颜色不会变，但是到这个的话，你涮过去，我们是黑猫剂嘛，隔天就第2天了，它颜色就已经开始变了，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就我们自己拿来用。我家己台做花酱做应用啦。好啦，咱先来做鸡酱好不好？好。妹妹。上。请老师，请，咱来看安怎来煮鸡酱。加油。一粒、2粒、
老师好，请老师来教我们怎么做玫瑰花酱。老师现在在剪玫瑰花，我们的老师非常害羞，可能要由我来讲这样子。我们等一下来制作这个玫瑰花酱，很简单，他已经开始动手了。就是我们其实材料很简单，就4个新鲜的花瓣、糖，然后水、柠檬汁，就4个。然后开始的时候就是由它这样子，像它这样剪，然后剪到有点像花瓣像差不多像这样子的大小。啊，要剪到这么小？对对对。哇，因为我们通常现在如果游客来 DIY 的话，大部分只要他是放学期间，都是他在教。一剪我们就闻到那个玫瑰花瓣的香味。而且我跟你讲，这个玫瑰花香哦，甲你一般去的花市所买的切花哦，这个惯性农业所喷护农药，足水的迄香味，完全无同款，真正无同款。就算讲你去外口买的这个玫瑰的这个精油啊，迄闻起来迄味嘛是无同款。所以就是我们用这样子剪的话，就主要是不要让它快速的氧化，不然的话你用机器打的话，它很快就氧化，它那个口感就不一样，会比较涩，放起来会烧，会烧对对。啊，吃起来就会涩涩安尼，啊口口安尼，可以。啊，剪到差不多大小的时候，就可以先把那个火打开，让它把水烧热。啊，我就无问恁比例啊啦，吼，因为这恁家己抓。没啊，我会使讲啊，我无错。是爱安怎比例？水甲糖甲玫瑰花瓣。阮在用的就是水是150cc， 150，嘿，啊糖100，嘿，啊花是30，花是30，啊柠檬汁是15。大家家己会记的吼。但是你买玫瑰花啊，甲买，你唔通去市场，袂使去花店买哦。去花店买，迄我不管哦。我有甲你讲哦，吼，你食到迄种有无农药的，迄个不关我的代志吼。要买就去甲因买哦，吼，人唔是我抬的哦，你要注意哦。哦，最开始有泡那个小泡泡的时候，就会使开始慢慢落去啊。啊，即马糖样啊，哈。哦，水嘛滚啊，就会使甲花加落啊，来。刷子刷一下。然后这个时候花瓣下去以后，颜色开始变，我们这时候要先加，嘿，啊，因为阮爱甲颜色捞起来，所以讲我会加这个柠檬汁。哦，汤味啦，防止氧化，对，所以讲你看加落时阵就开始变红啊。哦，啊，加来就真简单，就做滚做熟就好啊。这个酸碱中和。张老师，请问一下，这个我们要煮到什么时候？知道。张老师。我知道。又害羞了。有没有跟我讲？现在跟你讲，还要5分钟。啊，你要转头。下面还要管，请问还要多久？还要多久？5分钟。哦，还够5分钟啦，哦，是。就即摆花差不多啊，你看伊在煮的时候已经开始慢慢下沉。会沉落去哈。因为水就糖了，有重，较重，有较重，伊就位下骹慢慢。啊，顶头拢浮糖水。对。哦，啊，这个时阵差不多，搁一下啊，我就会使甲关火啊。主要是花嘛爱煮到透，你若无煮到透的时阵，内底后壁的时阵，伊翻转来的时阵会变涩涩呢，嘛无。啊，像这样差不多定色料差不多，我们就会开火煮第2次。煮来。嘿，第2届是要互伊规个，阮讲的杀菌就会使装瓶。啊，所以讲果酱做起来以后会使放较久。哦。啊，有的人就讲，我做掉以后是我也放互冷，再来蒸。啊，其实来讲拢较无好，就会歹去，放无久嘛。啊，加一盐。对。杀菌啊，阮讲杀菌嘛。这个时阵真简单，只是看伊规个拢总滚就会使。啊，这嘛要注意呢，这袂当伤大火。对。
大火就炒这个时阵若无注意，伊可能就开始结鼎，因为这火就要腾高啊。嘿，伊个火拢会沉底啊，啊沉底你若无去遐看的时阵，伊就连鼎就炒会大。哦，你若像差不多安尼，阮就会使甲关掉，啊这就会使摕来用啊。大公个性啊。对，做料就会使摕来做料理，做饮料，像安尼做饮料买当中。这饮料，啉看卖，好啊好啊，系啊。谢谢张老师。这华语咧讲有酒是先生传，先生算，这杯内面有看到无？这玫瑰花瓣，玫瑰花蕊啦，但是呢，迄色吞伫这个汁内面。对。你就加一寡柠檬，啊，搁一寡糖，袂讲真糖。袂讲真甜。即马人拢无啉较甜。哇，你甲想看卖，你若是讲厝内宴客，听你moet讲一下。而且咧，阮讲就是讲，这花瓣拢会使摕来食。一般就是外口可能煮掉以后，这花拢袂使食，无好食嘛。啊，阮这是拢真好食。好，谢谢张老师。客气。谢谢，干杯！干杯！干杯！谢谢。毋是讲批评有玫瑰花瓶，这就是咱本土吼，这食材，连带这花销的这酱料对无吼，结合着这种西餐方式去做的无同款的烹调过程。所以我其实有可能讲用科技的方式去做农业是未来的趋势啦。这就教我后一代我好像要回来接都会去处理到。我们觉得说应该可以替一个新进的农友们去节省很多研发产品的时间，那我们就可以趁这事业转型。玫瑰花，对不对？我怕我的柠檬的酸香度，没有办法提升，我要让它提升更有丰富的层次感，就是画龙点睛的作用，就是靠这个。好吃吗？赞甘生汤甜对不？嘿，所以讲你这么些料咱个甲抹咧，抹咧当中对吧？互伊均匀，都。咱讲的嘛物件酸酸咸咸、香香甜甜等下搁脆皮，这项菜一定会好食，这无问题啦。梅酱会记哩，今天我想着我若厝的咧烘迄个春鸡嘛会使安尼来用呢，对不？是不是？因为我们在埔里的话，跟产业的结合这个状态的连结，最重要就是什么？我们要认识所有的这些食材，干来伊的结构性，咱讲我就创作出一个有特色，搁在地的菜品。这春鸡收一个烘好啊，烘好啊，他在芳入来时，足芳的。虽然我即摆胃小可怪怪，但是我一定爱甲食着。真的来，咱来试看。来，我切一下这个。哇，这大师切落咱食。伊这骨轮有无这软骨啦，所以伊袂讲界定你食实在是看卖。伊这个花我用20几年就是袂涩啦，袂涩度就年爱先食花。伊这花真的我真喜欢食，尤其迄罐我买过，迄罐的玫瑰花露上尾的时我要出餐的时，我迄个玫瑰花露，我全部拢爆入去，全面拢做我喷一盖，互伊渗透入内底，毋是讲批评有玫瑰花味，这就是咱本土这食材，连带这花销的这酱料对无结合着这种西餐方式去做的无同款的烹调过程，真的袂歹食，真正袂歹食，不腻口，对，袂伤咸，袂伤甜。咱亚这种果酱的日菜一定足甜的。因为咱有下啥，我头下讲咱无唱书嘛，柠檬，搁啥梅仔酱，安尼尔，一寡盐尔，这是讲上岛的食物的基础。是。
哦，啊这，拢有吼，啊肉以外的菜你有食着无？有哦，他说加莲花也加，哦，原味，啊个你讲有本有迄个，有乌盐嘛，橄榄油嘛，啊过来就是喷第一届先喷玫瑰花露，出餐搁喷一届玫瑰花露，因为我有咧煮，它有淡淡的清香。唔是讲全部玫瑰花怎啊还黑黑的，就和玫瑰花掺，唔是安尼啦。有时吼，透过一点时间上的一个堆叠的的方程式啊，安尼这个菜的口感、香味，伊较有迄个啥层次啊。是啊，你若讲去别位烤啊，春节我买要哈。真个袂歹食咧。你个别位你个别位，无一定食到这个味的。啊来，玻璃食到这个玫瑰酱。哦，过来第二道，为这个鱼啊有一个真特别的啥咧？咱台湾的龙鱼叶以外阮的山菜，过来就是咱的鱼叶，这种冰冻有身份证。哦，就是咱即摆生产咱买来倒来 QR code 扫咧，这个就对于山地相机的，嘿啊，所以讲你也看，你只要安尼简单来掰开伊迄个口感啊，足好诶。你来你食看觅。啊，今日咱拄即个季节的玫瑰花酱，这个是川七花，川七哦，嘿，你来。哎呦，来，等下你配这个玫瑰花，迄个蔬菜。我这里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肉类也是海产类我一定拢会啥，40%至50%一半以上，一定要加咱的啥，咱遮的季节的蔬菜，落去做配合，结合安尼就对了。所以皮面酥酥、脆脆，肉身软软 Q， 够带汁，够蔬菜这些细纤维有无？油的迄个纤维啊，迄个就是伫咱口腔内在咀嚼的时候，它的层次跟风味就会表现得出来。哦，你拢甲我大事拢讲了。无你讲，我够咬啦，真的呢，真的完全就是这种感觉呢。所以咱袂使骗人是啥？甲这个农民已经捌20几年啊，哪个使用同齐合作20几年啊。这个产品一定是啥？食卡食好，咱爱啥？爱食健康啊！咱做健康的方式。啊，佮知影讲，伊一定会问讲，这内面这真正较早食的是毋是玫瑰酱？哦，原来就是玫瑰酱。玫瑰酱。我唔哪想讲玫瑰酱放伫海鲜的。佮搭配起来真好呢，这真下酥呢。所以我有调一个，头仔迄个梅啊对吧？这个我调帕萨米克醋，就是红酒醋，但是袂使济，调一下生芳的。调一下生芳。嘿，对，这免家己食。头仔迄是梅啊酱对吧？这个就是帕萨米克醋，咱的蔬菜。无怪哈。嘿，这真的袂歹食啦。这种帕萨米克的醋。嘿，咱的油若拢用好的油所以讲，咱你食，你看咱的口腔那种油腻感，真的是没有的。所以讲玫瑰酒、巴沙米果，海鲜，这三个这蟾蜍安尼。对。啊个脆脆幼安尼。这真正，你讲这西菜吗？这其实就是咱新台湾的菜啊。哦，对，真好。你这句名词愈在地愈国际啊！对，愈在地愈国际，嘿，真好。另外这个，你来到埔里伫5月到10月份这个季节啊，你会食到一个较无共款的一个水果，阮遮叫做安娜娜，伊的学名叫做3次番荔枝。等下朱麒麟，你目睭刻，汤匙啊来，我互你啊嘛，来，你甲食了，你唔免了我。叫你，你想什么水果味就什么水果味。你即摆我看到玫瑰花的时候，你就想，你头拄仔透早去玫瑰花的时候，迄个景色是一致的，袂走闪的。你唔好你咧喙对好哦。你无看到玫瑰花啊？你小等下，你的玫瑰花，晓啦。这我若是拢上尾要出产前拢会喷啥了？咱的玫瑰花露。哎呦，有粗乱的滋味吧？有无？呀，对。
真的吼。嘿，青春的滋味。赞。因为你这个季节咧，拄安娜娜以外，吼，玫瑰花以外，过来阮的柠檬，玻璃若种真侪柠檬，过来上重要啥？玻璃的时结果啊，都是用安尼，嘿，对，有啊，吼，同玫瑰花甲时结果啊，嘿。哦，这安娜娜才名赞。来到遮上尾一个点心，咱会用咱的玫瑰花有吼，甲伊的干燥。咱头拢介绍神品甲迄个玫瑰花露尔对无？伊佫有一个干燥花。啊，干燥花有一个就是伊真好，伊是用低温烘烤，所以讲咱你夹这个对，雪地以外，迄个口感，就若像你食饼干啊，你知嘛？哇，过干咧哇吼，所以讲这个伊的特殊就是讲蛋糕体，伊本身是绵绵密密的东西，搭配了酱料以外，还用了这个什么玫瑰花的干燥去做一个不一样的堆叠，来。这个我阁唔知影数量。当然咯，来，砍数起来，啊，阁做起来，敢若你食。哦，啊，你看这个芳草啦吼，不管是薄荷，说这综合芳草，咱玻璃若是拢有一个专门的农场去种做的，嘿。哦，这薄荷啊。嘿，这个百里香薄荷拢。那你再沾个那个酱，又吃又不一样了。啊，这一道菜哈，下面你在沾酱的当时，我第一个我就先把玫瑰花露喷在这个区块里面。所以说玫瑰花露是所有玫瑰花餐里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灵魂。哦，这介趣味呢吼。你看无嘛，对吧？你就刚才在皮肤食有呢。对。嘿。哇，真正。数量无伫现场，但是数量引导的物件是无所不在呢。啊，你要配伊搭的玫瑰花，对，别有一番风情啦。啊，而且吼，食到袂咸，食到袂咸。无一般吼，咱市面上的这玫瑰酒啊，食一嘴、食两嘴就野咸。后韵拢会酸，所以初开始大家嘛是一直吃。毋是一路伊行来，当然咱一路行啦，若像你大竿仔共款啊，一步一开，伊相对的若是一步一开，但是咱的甘心是啥？伊迄种坚持，譬如讲伊周边的企业的问题，吼，不管啦，因迄种过去事啊嘛，吼，伊水的问题，啊，过来伊的料啊，啊，过来像即摆咧天灾地变。土石流原体爆咧咧，我拢看在眼内。咱唔甘是唔甘伫这食，啊加在就是讲至少少啦。咱平常咱个彼此拢个有啥做这种哇，大家互相的同理心的交流，甲慰问就对啦。所以讲心连心吼。啊，嘛爱透过你教堂。无啦，做物教堂来做个遮侪铺排，个遮侪头延长的物件。这无简单呢，唔是无简单啊！你要坚持就对啊，做对的代志就对啊。啊，嘛有小可天才，无啦，我这做爽的，今天我做愈在地愈国际。谢谢啦，真啊感谢，感谢，谢谢啦，感谢。我等来找讲这个蔬果。好，谢谢。咱头一路吼，对采收、对竞选、对煮果酱。啊，甲阿峰西，然后咱头看到这一路，其实哦，拢真有足济即个细节爱来注意。但是哦，经过这10几冬，我甲即对翁仔某安尼熟悉吼，虽然这过程当中咱各自拢有家己的生活，有咧联络，但是我会当感受讲，这几冬以来哦，一定经过了足济困难来克服。恁家己感觉讲，这10几冬以来，恁感觉上大的困难是啥物？啊，啥物物件叫你克服？讲落想要头。应该是讲一直做工就款工课，你看像做10几冬啊嘛，拢共款做工课，然后你又像逐工晚会、经花做上，无家己的时间啦。你久来感觉讲，我感觉讲，做到感觉会闲呢。拢白做位对，职业倦怠啊，有当时感觉讲，咱无卖走好啊。其实我有考虑讲，是不是就换做别项，无就说卖做玫瑰花，因实在伊气候愈来变化愈来愈大嘛，管理来讲嘛是愈来愈困难。我有想过讲，是不是要转做别项？气候变迁管理的困难，对你来讲上大的
艺术吼，可能观众朋友敢若知影这个名词，但是唔知影讲这是什么意义吼，是温塘，还是讲雨水，还是气候的这个变化，互你安尼定定爱在意外之间爱去处理代志。应该是讲，变成讲你该产量悬的时阵，阮无量。就变成讲你本来讲伊一年固定量偌济嘛，因为阮拢直接人预约的单子嘛。啊，变成讲你即摆你无法度，你讲答应讲个方偌济就。维护期。维护期，啊，变成讲用排的方式，啊，人客等足久，阮就感觉讲，其实阮心内压力。压力真大。真的压力大，人客讲无要紧，讲感觉讲欠人物件，感觉讲迄心内感觉压力。但是我看讲，恁后生啦、查某囝拢出业出社会吼，啊，妹妹这张老师即马也变做老师啊吼。其实恁会当想讲会来交班也好吼，或者是讲做了其他搁较有，恁感觉搁较有意义的代志吼。啊，这几冬以来，这12年以来，其实真侪，尤其政府的部门也好，还是讲辅导机关啊，拢咧讲啊，地方创新，地方创新。恁实在讲嘛是对外地搁转来到家己出事的所在吼。恁对地方创新的这个感受是足深的，还是讲这甲恁是还好？恁就是实实在在做恁的代志。应该先来讲啦，阮转来伤早。无对咧，迄个时机唔对。你讲这几冬转来，遐青年的农民，规起来讲福利足好诶。因为阮转来伤早，所以阮头先拢无啦，拢是靠家己咧拍拼较济。啊，阮做搁甲别人是无共款的产业嘛。因为要食的玫瑰花，阮转来迄年，如果没有相关的规定跟法规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回来了。然后现在我们回来太少，晚个10年可能。即马足侪政策其实对阮早期若在做，阮若早期在做这个政策，给辛苦足侪。哦，这今年差足侪，所以今摆等来就是错过这个时间啊。所以你常常人讲哦，你唔通比时代早一步、早半步安尼。不过安尼有一个好处啦，其实因为迄阵相对来讲，它就是一个没有人开创的嘛，所以我们这样算首创的话，得到的关注其实也是很多的啦。这也是一个优势，也是一个劣势啦。太多关注也是压力会很大。好，这压力是自然的啦。但是我睇看到讲，敢若恁咧经这个花吼，爱抢时间，菜落来2点钟就爱紧甲处理。啊，无就随冷去，啊，无就爱先判断。你判断的时候，佫毋是伊即摆的即个现在会使袂使，佮判断讲明仔载送去到人客的手内面是会使袂使。即摆咱所用的即个工具，AI 人工智慧吼，去来做判断处理的，才是讲大枪的 OCR 吼去判断啊。我相信恁也有做过真侪想要节省人工的即个代志，尤其即摆人工真歹请。对。整体来讲，恁经营即个物件拄到的上大的问题是啥物？除了讲日复一日安尼，逐工做同款的代志。对，这个人工真是上大的问题啦。因为你初期，就是讲咱建花时间是足长的，你讲花量济时阵你嘛烦恼，花无量你嘛烦恼。你花量济时阵，变成你建的时间都爱足紧的，较足紧。毋过你即摆要教一个人讲如何去判别讲伊的电机就是困难的啦。伊无像讲，用可能一看就知讲1、2、3几种分出来，伊可能就像一片花，伊爱认足久的啦。嘿，对啊。所以我其实有考虑讲，用科技的方式去做农业是未来的趋势啦。啊，这就教我后一代哦，阮后生要倒来接，都可以去处理到。哦，有哦，头仔听起来伊是有真想讲要讲。甲 SOP 啊，创到安尼，你看伊即摆咧经济吼，就骹手就真美安尼哦。等来训练啦，对啊。吼，这是一种。另外还佫一个吼，一般观众朋友对着即个创业吼，尤其转来家己的故乡创业的时阵，其实拢无意识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讲，恁做即个物件的即个经济规模，敢有可能搁较中大，还是讲就是安尼缩减，但是有通搁较好精致。节省能力，啊，有当好成本搁降低，恁感觉是倒一种？成本降低对即摆来讲是困难的，因为即摆逐项物件拢咧起嘛，所以讲成本降低困难。不过我感觉讲，比较倾向说更精致，然后更精致，可是规模会不会再扩增，我们其实在评估啦。这就是可能在这样的规模里面来把它更优化，然后可能就预计就往比较科技方面去做
让它就是更节省，因为这样人力不好请。那我说我们优先就是从节省人力这方面，用机械化能够来取代的话，我们就用机械化来取代。因为我有听讲，你咧讲明年若过来是拢无共款啦。对啊。明年是啥物计划？唔知过无过啊，唔知啦。阮想要做迄个果酱的工厂。自阮出国去比赛得奖了，足侪迄农友拢来拜托讲，帮因开发产品有诶无？其实会用的啦，不过你无一个合格的这种比较大的场域的话，我们不敢这样贸然去做。所以我们觉得说，应该可以替一个新进的农友们去节省很多研发产品的时间。那我们就可以趁这事业转型，田间的他赶快了，少年可以走。万一要走过啊！我们就马上甩手给那个年轻人，然后我们就做可能就是研发方面的工作了。无啊，伊也有想讲会当过来做甲伊要家己做的方式。对啊，阮两个放手，今天放手就等我以后，阮都无要插啊。这有影啦吼，时代啊，咱也拢老啊。对啊，对啊，对啊，应该有因少年有因少年的想法啦，啊，都互因去家己去装看卖呢。因为阮这少年嘛装甲呢。我说，哎呀，你去家己去体验，他们讲，哎，安尼做，到底毋是你头壳想的较简单？伊有较老皮啦，啊，你是还个青春少年。哪有？咱来看吼，以早咱三个翕相看下就知影，咱两个拢迄阵时啊，即摆拢看起来就是，老高一只。无影。上尾一个问题就是讲吼，这20几年以来啊，你认为整个台湾的社会对着最农事、最远内面的代志，啊，以及甲恁的这个产业来讲，对恁的观感有啥物变化？社会对恁的看法，敢有啥物变化？我们那时候还是跟人讲说，你这年轻人应该是外面遇到什么困难了，招讨无路，等下这样子，今晚无赶快啦，是有理念的人回乡去服务这样子的概念。咱来看这蒋先生啊。这个钟太太吼，司机吼，其实因的故事对我来讲啊，真启示啦吼。除了来玻璃找老朋友吼，而且看到这个事业会这样成长，啊，做甲较成熟，啊嘛，应该会当安尼讲吼，对着辛苦有辛苦的理解，吼，啊，但是要安怎来克服，嘛会知影讲有啥物物件会当克服，有诶莫去硬做，吼，会当放下，互新一代来接触，会当互因有新的做法，对着这个时代斗阵来进步，这嘛是咱台湾农业必须要体会的啦，有当时咱啊对这个时代的理解啊选择较正确，比你有拍拼更较重要，这就是咱对咱这个梅开四度来遮会当学习到。看到咱台湾新眼界世界万行带咱今仔日来到玻璃，感谢两位，谢谢。谢谢。来让他讲，你教我怎么跳啊？让他讲。我是这样。